6月20是世界难民日，着民间团体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讲咱的政府虽然有帮助受战争影响的乌克兰难民来到台湾，不过每一摆申请敢若会当延长30天，而且因伫咧台湾也无法度正常食头路，所以政府就要把这出境的期限延长到180天，而且要用个案的方式来做处理。台湾人都说这个战争都支持乌克兰，但这些都看起来很虚伪。乌克兰的社福金科伫台湾生活3年半，关在伫遮学华文，受到疫情甲战争影响，无法度回去家乡。即摆无正式的头路甲学生的身份，只好放弃居留证，改申请暂缓出境签证，靠街头表演趁食。不过签证一摆敢若延长30天，嘛无确定后摆申请敢会过，生活充满无确定性。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没办法预算自己的未来，也没有发展任何机会。像过去的香港等等，也都有一些相关的措施，可这些措施其实都是一个是个案处理，再来它都是用这个类似像延长签证或者说暂缓不让他们出境的方式去做。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其实面临的挑战就是说，那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工作？民间团体呼吁，伫难民法通过之前，先甲暂缓出境后期延长到180天，而且修改目前的就业服务法等法规，让难民会使暂时伫台湾工作生活。罗法署表示，修改法律也开真侪时间，有专案认定的方式。我们其实已经有个案的类推适用的先例，这个越南配偶之前因为被撤销婚姻的一些先例，没有短期内没办法恢复越南的国籍，就会变成一个无国籍人的状态。移民署这边会给他一个等待恢复国籍的居留事由。那因为有给他居留，你看我们会给他开放式的工作许可。移民署表示，来自乌克兰的难民安怎摕到居留许可，要看个案认定，当事人会使到各单位询问。延长暂缓出境后期的方面，无伫记者这个进前提出回应。民间团体强调，完整的庇护机制也是要靠难民法，表示会继续监督立法的进度。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